统，包括今天2审的判决，是不是我们的监察院的影响力已经把他的手伸到司法里面？我们昨天就已经要在请教陈世梦监察委员，你要在查别人之前，是不是要先查查你自己？第二点，关于这个我们上一次柯建铭的自诉案，在高院的判决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高等法院刑事判决106年度上一字的第819号，同样是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但是对于这样的泄密案的见解完全不同。那在高等法院柯建铭自诉的案子里面呢，法官是认为总统是有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，他们也同意我们的说法，就是如果发生类似这么重大的案件，结果你认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完全没有任何需要处理的能力，他就只需要在家里睡觉，这真的是符合我们全台湾人民在选择总统的时候一个说法吗？我们在国家当中，任何的一点小事情，当政府做不好的时候，行政部门有缺失的时候，是不是民众都会把这个责任归咎于总统的身上？也就是说，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以及台湾宪政体制目前的运作，其实总统的权利，他不只是国防外交的权利，他还要承担这样子行政部门，尤其是像司法官说这么大案件的时候的重要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在高院的柯建铭自诉的案子当中，高等法院是这样子给我们回复的。但同样这一次一样是在高院，却做了完全不一样的见解。请问这样子2个完全不同的判决，对我们来说，未来的总统乃至于行政院长，他们应该如何自处？到底要依据哪一份的这个观点才是真正的合法？所以我们会持续的上诉，希望呢法院在3审最后1审的时候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所以马前总统依然他从政30多年，都认为自己是奉公守法，经得起检验。不管是这次的泄密案，还是那些在检察官的这个办公室里面，因为今天听到判决，所以大声欢呼的邢泰昭检察官等人，接下来要继续办马的案子，马前总统他都会秉持着自己清白的这个原则，奋战到底。我们一定会继续相助，谢谢大家。